为庆祝台港建庄200年，由着台港文化中心甲社区大学联合举办的台港100年教育故事画展，12号下午伫个台港文化中心2楼的展示厅来举行开幕大会，包括市府副秘书长王扬志、教育局副局长吴国民，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甲教育界人士共同出席。会中除了展示3位台港在地的老师许麒麟、毛连温、甲辛美月对着台港教育的贡献，同时也佫邀请2位的妇人陈霞云甲郑美和女士的画展。每一幅的作品拢有伊教育的故事。200档来吼，到今年都200档，前100档是咱伫即个湿地内底，来营造咱一种湿地的杂乐的社会环境。伫咧过程当中，教育非常重要，所以咱的先民拢伫咱的这宗庙内底吼，请汉伟老师来教课。这种渔会思想的文化一直传延到今嘛啦吼。那么到二战时代，1895年咱日本这个来时代的时阵，咱在地这老大甲读册人汉伟老师就来提倡设立这个安顺公学校、甲马祖金公校，也就是即卖海东国小、安顺国小。伫即个战后这种教育迄时阵就是咱许麒麟老师来栽培咱在地最重要的这个知识分子所以咱今年办这个台港建庄200年100年的教育故事展其实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讲，透过这个100年的教育，3代人的教育故事，互咱即卖的人有甲子弟会当来了解到过去先民伫个经济困苦的时代。赶快没有忘记教育文化的这个重要的工作。郑教授甲我讲要做画展的当时，我拢无想啥，我看他足欢喜，足欢喜，讲我要回来咱台江遮看这个台江文化中心，啊，阁会当看到师母，因为疫情期间吼，我足久无看到，无来看师母啊，所以我足想伊，啊，所以吼。听到讲要做画展，我根本无想到讲画展的代志，啊，就是敢若欢喜要转来安尼，啊，阁会今仔日大家转来会当看遮乡亲啊，来感谢即个吴执行长带即个团队安尼，会当做到今仔日安尼，这实在是足无简单，足无简单的。其中高龄93岁陈霞云是许麒麟老师的夫人。离85岁毛连温老师夫人郑美和女士，为了要甲师母来见面，嘛特别前来。2个人有讲有笑，互相扶持，场面温馨。而这场的展览从今日起一直到6月12日，伫台港文化中心2楼的展示厅展出。主办单位表示，欢迎台港的乡亲做伙来对书，嘛为教育贡献的老师来感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